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擺位試多啲，我係你哋嘅設計助理阿 Kia。話說上次就 upload 咗人生第一條片啦，而家呢條片主要係想帶你哋探索一下構思呢個 design 嘅過程，點樣由各種嘅限制同埋要求去演變個擺位出嚟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 go go！今次呢個屋苑係2022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嘅單位之一，坐落喺九龍區啟德木禮街6號，行大約5分鐘就到宋皇臺站啦，仲係喺34區名校網裏邊添。但係點解早排收樓會掀起咁多風波呢？又點解有啲準業主寧願撻訂唔要呢？跟住落嚟一齊睇睇到底發生過咩事呢？藝欣苑採用咗 MIC 組裝合成嘅方法建造，先裝後嵌。先喺廠房預先製造獨立嘅組件，包括建築結構啊、裝飾工程固定裝置等等，落到嚟香港再將呢啲盒仔送到地盤砌積木式裝嵌，大大減少咗現場嘅施工工序。不過有好有唔好啦，呢啲厚身主力牆唔拆得就眾所周知啦。呢啲大家都眾所周知㗎啦。咁但係好似而家畫面紅色嘅85牆都通通打咩呢？喺設計上自由度就冇咁高啦，因為傳統呢款屋型咧就通常拆咗廚房部分嘅牆，改做 open kitchen。咁客飯廳啦同廚房嘅通道咧可以 merge 一齊，就可以慳啲位噶啦。冇辦法啦，屋不變就人變，唔拆得啫。但係可以新起幅紗磚牆仔噶嘛？可能你哋會問好地地點解起牆啊？有咩好處先？阿 Key 你唔好老點我加錢好喎，話晒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！仲唔俾我預判到你嘅預判？冇錯，知你哋班友平時出街食晏食慣重口味啦，成日買埋晒1樽2樽嘅調味料翻嚟，咩五香粉啊、孜然粉啊、胡麻醬啊、燒烤醬啊，通通咧塞晒落個吊櫃入邊，搞到每次都要揾餐飽啊！咁呢個時候，一個薄身調味料櫃咧就大派用場啦。頭先咪講過起幅牆仔嘅，咁樣可以修正結構上嘅凸位，咁令佢變翻個粒字，順理成章咁做埋個櫃做收納啦，掂晒啦。而另一幅新砌嘅牆仔就喺廁所嗰度，因為呢啲門窿比較闊啊，大概有900毫米以上嘅，一般屋企唔需要用到咁闊嘅，包框750毫米就差唔多啦。咁我縮窄個門窿，仲可以令到面盤櫃台面延伸嘅，可以放一啲面霜精華液同埋香薰。好，而家輪到講廳啦。一入屋右手面可以見到一個圓角展示櫃，靠牆嗰面咧就擺雪櫃。你哋可以見到我專登整薄個櫃，做450芯唔做600芯，減低翻個壓迫感。而側面咧仲做咗 feature wall， 一路延伸到睡房。成幅牆咧就用咗幾種唔同嘅物料，上面做咗灰鏡，加強光線嘅反彈，令個廳望落更加光猛。中間做咗少少特試木紋飾面啦，下面做咗雲石紋飾面，側面咧仲有2條鋼條做 highlight， 咁樣容易啲揾到隻廚房暗門之餘咧，仲可以提升幾分高貴感㗎。轉翻過嚟左手邊，你會見到有個標配嘅獅字櫃，隔離就做咗上床下櫃，上邊用咗暗暗沉沉嘅灰茶玻璃間隔，增加個私隱度。下面做埋衣櫃，而再旁邊咧就做咗展示櫃融合梯級嘅 function。咁再轉過嚟咧就見到書台同伸縮飯台相連嘅，可以同時滿足細路做功課之餘咧，同埋有時收工避無可避嘅屋企 OT 時間。咁書台旁邊嘅長虹玻璃咧，屏風仲可以隔絕干擾添啊，令到用家更加集中啦。好，最後嚟到睡房位啦，卡座隔離咧有個間房衣櫃，靠牆同上高咧都做咗玻璃材質，進一步提升翻廳嘅採光度。而床頭位置做咗拼色特色牆，呼應成間屋嘅自然輕奢雅致。床底仲有升高地台，可以增加收納量噶。今次嘅解說嚟到呢度，中意嘅可以讚好、分享、訂閱。預告一下咧，下期係用冷翡翠貫穿嘅現代輕奢風，記住留意啦。我哋下期再見。